司的，然后就是要帮那个什么人寿，然后就说我欠他钱，然后说我赶快跟他联络的话，就是那个他欠的钱会还比较少一点，就有这种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我欠人家钱，人家自己都有钱，我就觉得说怎么有这种的手法，去诈骗的这个手法方面，大家都在变化，伊会顺咱的时事趋势去发现什么代志，伊就用这个问题应该。较早我骗什么萝卜嘛，像早期我骗什么萝卜，什么萝卜骗袂赢，伊就学袂转，就检察官要来报关，然后来倒。啊，你这个是最近才发生的吧？对不对？异性。哪家公司替哪家人寿险说我欠他钱，然后已经 take 2，如果说我能够赶快跟他联络的话，就是还的钱会比较少。啊，你有欠人家东西吗？我没有欠人家钱啊，是很清楚啊，只是说怎么会有这种手法这样子而已。啊，不，你刚报外面的哦。对。他是寄信来寄那个。你在美国跟联络吧？我不会联络，我就觉得我没有欠他钱。哦。但是会有这种的手法。这是咱常手法，伊就是要啦，你叫伊联络，你叫伊讲，啊，讲伊迄部的代志吼，讲到信心的，就学讲做啊迄个，不困些，做还不困些，安尼就无对啦，伊就。交迄个亲戚带伊的东西，拢在做个问题，找话题、找机会。啊，你不机会给他，你不话题给他，他就没辙了。啊，如果再寄过来的话，你就让他寄，就不要理他了。或是你那边信拿过来给我也 OK， 好吧？然后拜托我们同事帮他一下，他发现是对家。啊，第一点的人，他是讲诈骗，我是当拍的机，我是当联系迄个16反诈骗家，重一点的说，然后好，哇，好，16反诈骗，还有重视